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樂啦。咁呢個匯星會 H3嘅界面啦，咁點樣去更新個元件或者點樣去 check 下係咪最新版本呢？咁你可以喺右上角呢個太陽嘅位置啊，撳佢一下，跟住佢會開咗呢個界面出嚟啦。咁其實呢個界面有唔同嘅按鈕啦。咁譬如你可以撳呢一個取得更多資訊啦。咁你可以有啲唔同嘅扁頭啦。咁同埋留意喺度有個右箭嘴啦，同埋有範本去俾你去下載唔同嘅嘢嘅。咁你只要撳呢個就可以下載到啦。咁另外，如果你想去更新嘅軟件，你可以撳呢個齒輪啦，揀呢個檢查更新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另外點樣去 check 自己係咪最新嘅版本呢？咁目前啦，咁依家係2010年嘅8月7號啦。咁個版本暫時就去到13.6.2.21，咁就係最新嘅版本噶啦。